他们是天堂与地狱都要反对的禁忌之恋，一个是玩世不恭的恶魔克劳利，而另一个是优柔寡断的天使拉斐尔。彼此在人间共度了6000年的地下恋情，其实自始至终双方都没有向对方表白，而是在相处中自然形成的一种默契。心照不宣地认为已经是情侣关系。Let me tempt you to a spot of lunch. Temptation accomplished. 如果要确切敲定时间，应该是2战时期。拉斐尔像往常一样替天堂办事，将假情报提供给纳粹间谍。原定计划是安排英国特工螳螂捕蝉，但他不知道螳螂的背后还隐藏着黄雀。英国特工临阵倒戈，就这样一手好牌打得稀碎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克劳利跳着赵四儿的舞步赶到教堂。跳舞是因为恶魔闯入圣地很烫脚。Oh, it's like being a bitch in bad fit. What are you doing here? Stopping you getting into trouble. 为了救出天使，不暴露身份，他事先改变了德军轰炸机的行动路线，教堂很快就会被夷为平地。事后还不忘绅士的替拉斐尔拿回珍藏的书籍，这些小细节彻底瓦解了拉斐尔的主观意识，为两人后续的恋情奠定了重要的基础。似乎是地狱的盒饭不合胃口，当时纳粹间谍并没有马上死透，后来进入地狱报道，他们对登记员透露天使与恶魔的特殊关系，登记员顿时眼前一亮，本来他就对乏味枯燥的登记工作厌烦，如今升职加薪的业绩不就自己送上门了吗？他准备再给纳粹间谍一次机会，特批他们回到阳间，调查天使与恶魔私通的罪证，并且给他们一个法力屏蔽器，可以阻断恶魔或天使3个小时的反应。教堂的废墟里，几个小孩在搜寻物资，正当其中一人拉转怀表时，纳粹间谍竟在这个时候复活了，吓得孩子们撒腿就跑。醒过来的间谍都觉得很饿，于是眼前的流浪汉变成了他们重生的第一个。吃饱喝足，他们准备开始办正事。戏院里，拉斐尔闲得没事给人类变魔术，其实魔术也很简单。拉斐尔挑选台下的幸运观众向自己开枪，然后凭借法术用嘴接住子弹。见到克劳利上台，间谍果断呼叫登记员，他赶来的同时给屏蔽器打了孔，瞬间拉斐尔的魔术就不灵了，不管如何尝试都没有变出鸽子。克劳利帮忙却发现法术也失效了，没办法，他只能熟记魔术的流程要领，毕竟枪口的对面可是挚友兼爱人。为了缓解尴尬，拉斐尔提前了压轴魔术。临开始前，克劳利才想起自己从来没碰过枪械。I'll just squeeze up over there. You did fight gun before? No, I'm sorry. 事关自己的小命，拉斐尔心惊胆战，而克劳利表面冷静，其实内心也是惊涛骇浪。看戏的登记员已经坐等地狱和天堂开战，幸好克劳利人生的第一枪没有打中，然后拉斐尔吐出事先准备的子弹，魔术演出就这样草草的收场。可来自地狱的威胁并没有结束，人证物证俱在，登记员一副盛气凌人胜利者的模样，可由于职务级别的问题，克劳利狠狠地羞辱了他，真可谓是杀人诛心呀！登记员气急败坏，就要回地狱打小报告，走前却没有兑现承诺，赐予纳粹间谍正常身躯。You're free to go. Ta-ra. You can't leave us like this. You need to make us into living humans. Oh no, Clause 17. Unrevocable eternal life on Earth. As zombies. Granted. 原来地球的首批丧尸是这么诞生的。然而回到地狱的登记员并没有升职加薪，不知是什么时候，他拍下的罪证照片竟被拉斐尔给调包了。地狱使者都不相信恶魔会与天使相好，唯独富有野心的沙克斯愿意相信他的控诉。于是，在加百列失踪事件爆发后，他主动找到大公爵别西卜请求出战，甚至在最短的时间里组建了恶魔大军。